你知道吗？每天早上你睁开眼睛的那一刻，你做的第一个动作就已经决定了今天的健康状态。很多人以为自己在养生，其实是在伤身。我是林德，生医师，行医40多年，看过太多人因为早晨的错误习惯，让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。今天我要告诉你3个最常见的早晨坏习惯。这3个动作看起来很健康，很多健康杂志也在推荐，但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他们正在一点一点地偷走你的寿命。第一个是起床后立刻喝水，第二个是醒来马上吃早餐，第3个是天还没亮就出门运动。你可能会想，医师，这些不都是好习惯吗？但请你听到最后，因为真相可能会让你吓一跳。很多人相信起床后喝水可以排毒，电视节目、网络文章都这样说，但你知道吗？如果方法错了，你不是在排毒，而是在排掉身体的阳气。阳气就像是你身体的火炉，一旦熄灭，什么毛病都会找上门，手脚冰冷、消化不良、经常感冒，这些都是阳气不足的警讯。这3个动作就像是每天在你的身体里埋下3颗定时炸弹，你现在可能感觉不到，但10年、20年后，当病痛找上门，你才会后悔。我不是在吓你，而是要把真相告诉你，因为健康不是运气，而是每一天的选择。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因为我会告诉你正确的做法，改掉这3个习惯，你的身体会慢慢恢复活力，甚至可能多活20年。这不是夸张，而是我在诊间理亲眼见证的奇迹。你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什么这些看似健康的习惯，其实正在伤害你的身体。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重要的健康知识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现在让我告诉你，你从哪里在看这支影片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也欢迎你留言提出任何问题，让我先从中医的角度慢慢的跟你解释。在中医里面，我们说脾胃为后天之本，这句话出自《黄帝内经》，什么意思呢？就说你的脾胃就像是一个炉火，负责把食物转化成气血，供应全身使用。这个炉火在早上刚醒来的时候，其实才刚刚要开始点燃。你可以把脾胃想象成一个刚开机的电脑，需要一点时间暖机。这时候的阳气就像是小小的火苗，非常脆弱。如果你这时候立刻喝一大杯冷水，就等于是拿一盆冷水往火炉里泼，火苗一下子就熄灭了，脾胃的功能也就无法正常运作。很多人早上起床，第一件事就是灌下一大杯水，甚至是冰水。他们以为这样可以排毒清肠，但其实是在伤害自己的阳气。阳气一旦受损，气血就会运行不畅，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，手脚冰冷，容易疲倦，消化不良，大便不成形，这些都是脾胃受寒的表现。我不是说喝水不对，而是时机不对。水是好东西，但要在对的时间喝，用对的方法喝。早上起床后，你应该先让身体醒过来，让阳气慢慢升起，再喝温热的水，这样才是真正的养生。《黄帝内经》还说，阳气者，若天与日，失其所，则折寿而不彰。意思是说，阳气就像是天上的太阳，如果失去了它应该在的位置，人的寿命就会缩短，身体也会失去光彩。所以保护阳气就是保护你的生命，不是喝水错，而是方法错，时间错。这个观念很重要，希望你能记住。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，让你更清楚这件事的严重性。我要跟你说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位住在台中的林女士，今年52岁，经营一家传统早餐店。她每天凌晨4点就要起床准备食材，忙到早上9点才能休息。这样的生活，她已经过了10年。林女士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每天起床后立刻喝1大杯冰水。她说这样可以清醒头脑，排出毒素。但是这个习惯让她付出了代价。她经常觉得头晕，尤其是早上刚起床的时候，有时候甚至要扶着墙壁才能站稳。她的消化也变得很差，吃一点东西就胀气，大便总是不成形，手脚更是长黏冰冷。即使是夏天，她也要穿着长袖。她来找我的时候，脸色苍白，整个人看起来很疲倦。我把脉之后，发现她的脾胃虚寒非常严重，阳气严重不足。我问她，你早上起床后是不是马上就喝冰水？她很惊讶，医师你怎么知道？大家不都说要多喝水吗？我告诉她，喝水没错，但方法错了。我建议她改变习惯，起床后先活动一下身体，做做伸展，等10到20分钟后，再喝1小杯温水。她听了我的建议，开始改变。3个月后，她再来找我，整个人完全不一样了，脸色红润，精神饱满。她说，医师，我现在早上起床不会头晕了，消化也变好了，手脚也不会那么冰了。来记，她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我到现在还记得，原来健康不是多做，而是做对。是的，养生不需要很复杂，也不需要花很多钱，关键是要做对。很多人以为自己在养生，其实是在伤身。林女士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只要改变一个小习惯，身体就会给你很大的回报。现在让我更仔细地告诉你，喝水这件事其实是很有学问的，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用同样的方法喝水，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。在中医里，我们把体质分成很多种。今天我要特别讲3种跟喝水有关的体质。第一种是阴虚体质，这个种人通常会口前舌燥，晚上容易盗汗，手心脚心会发热。如果你是这个种体质，早上起床后喝一点温水是可以的，但要记得只能喝1小杯，大概100毫升就好，而且要小口小口的喝，不能一口气灌下去。第二种是阳虚体质，这个种人最怕冷，手脚经常冰凉，即使是夏天也一样。如果你是这个种体质，早上起床后千万不要立刻喝水，尤其是冷水，因为这会让你的阳气更虚弱。你应该先活动身体，让阳气升起来，至少等30分钟后再喝温水。第3种是湿重体质，这种人舌苔厚腻，身体容易水肿，大便黏腻不成形。如果你是这个种体质，早上喝水反而会让湿气更重。我常常用一个比喻，你的身体就像一个地下室，已经很潮湿了，你再往里面加水，只会更潮更湿。这种人应该先运动排汗，把湿气排出来，再适量补充水分。那么正确的喝水方式是什么呢？我的建议是，起床后不要马上喝水，先起身活动3到5分钟，做做伸展，让身体慢慢醒过来。
然后再喝1小杯温水，大概37到40度，温温的，不烫口。记住，要小口小口的喝，让水慢慢滋润你的脾胃，而不是一下子冲击它。这就是顺应自然的养生之道，不要强迫你的身体，而是要听它的声音，跟它好好相处。接下来，我要告诉你第2个常见的错误。你一定常听人说，早餐要吃得像皇帝。这句话没错，早餐确实很重要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就算是皇帝，也不会一睁开眼睛就开始吃大餐。为什么？因为身体需要时间准备。很多人以为起床后马上吃早餐是最健康的做法，电视广告、健康节目都这样教。但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这其实是在伤害你的脾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脾胃就像一台机器，早上刚醒来的时候，它还在暖机的阶段。在中医理论里，有一个概念叫做营卫之气交接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在你睡觉的时候，你的气血主要在体内运行，保护你的脏腑。当你醒来的时候，气血才慢慢移到体表，保护你的肌肤。这个过程需要时间，大概30到60分钟。如果你在这个时候立刻吃早餐，就等于是强迫你的脾胃马上开始工作。但这时候气血还没有到位，脾胃还没有准备好，就好像你叫一个刚睡醒的人立刻去跑马拉松，他能跑得好吗？当然不能。同样的道理，你的脾胃也需要时间醒过来。如果长期这样做，会有什么后果呢？你的脾胃会越来越弱，消化功能会越来越差。你会发现，吃一点东西就胀气，容易打嗝，大便不规律。更严重的是，脾胃一旦虚弱，全身的气血都会不足，你会觉得疲倦、没力气，脸色也会变得暗沉。我在诊间里看过太多这样的病人，他们都说，医师，我明明每天都有吃早餐，为什么还是这么累？我就问他们，你是不是一起床就马上吃？他们都说是。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强迫脾胃工作，只会让它早衰。就像你天天超时工作，总有一天会累垮。你的脾胃也一样，需要休息，需要准备。所以，请不要急，给你的身体一点时间。那么，早餐到底应该怎么吃呢？让我慢慢告诉你正确的方法。这些方法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非常有效。只要你愿意照着做，你的身体会感谢你。首先，起床后不要马上吃早餐，你应该先去洗脸、刷牙，让自己清醒一点，然后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，活动一下筋骨，让气血开始流动。可以在窗边站一站，看看外面的风景，深呼吸几次，让新鲜空气进入你的身体。这个过程大概需要20到30分钟。等你做完这些，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已经完全醒过来了。这时候你可以喝1小杯温水，温润一下脾胃。再过10到15分钟，你就可以开始吃早餐了。从起床到吃早餐，整个过程大概需要40到60分钟。听起来好像很久，但其实这才是身体需要的节奏。那么早餐应该吃什么呢？我的建议是吃温热的食物，像是热粥、清汤面、蒸包子。
这些都很好。粥特别适合脾胃虚弱的人，因为它容易消化，又能温养脾胃。如果你喜欢吃面，可以煮一碗清汤面，加一点青菜和鸡蛋，简单又营养。要特别注意的是，早上千万不要吃生冷的食物，像是冰牛奶、优格、水果沙拉，这些看起来很健康，但对脾胃来说是一种负担，因为脾胃喜欢温暖，不喜欢寒冷。如果你一早就吃生冷的东西，就等于是往火炉里倒冷水，阳气会被压制住，一整天都提不起精神。早餐不是越早越好，而是要让身体准备好。这就像是开车，你不会一发动引擎就踩油门冲出去，你会先暖车，让引擎运转顺畅，再上路。你的身体也是一样，需要时先准备，才能好好的迎接新的一天。记住这些原则，你的早餐就会吃得健康又舒服。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第3个常见的错误，这个错误可能比前2个更严重。天还没亮，你就已经穿好运动鞋，准备出门跑步了。很多人都这样做，他们觉得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早起运动最健康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可能会让你惊讶的事实，太早运动其实是在伤害你的身体。为什么呢？让我从中医的角度来解释。在早晨，尤其是天还没亮的时候，阳气是最弱的。《黄帝内经·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里有一句话：阳气者，若天与日。意思是说，人体的阳气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，有它自然的升降规律。太阳还没升起的时候，阳气还在体内收藏住，还没有升到体表。这时候如果你就开始剧烈运动，就等于是强迫阳气提前消耗，就好像你刚点燃一堆小火，火还没旺起来，你就往上面堆一大堆食材，结果火苗被闷住了，反而烧不起来。运动是好事，但时机不对，反而会伤身。我在台湾看过很多年轻人，喜欢在早上5、6点就去公园跑步，他们以为这样很健康。但我常常看到他们跑完步后，脸色发白，甚至有些人会头晕、想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阳气还没有升起来，就被过度消耗了。长期这样下去，身体会越来越虚弱，反而容易生病、感冒，特别是在冬天，或是天气比较冷的时候，太早运动更危险，因为这时候不但阳气弱，外面的寒气还很重，你一出门运动，毛孔张开，寒气就会趁机入侵你的身体。很多人运动完后就开始咳嗽、流鼻水，以为是助凉了，其实是寒气入侵的指兆。运动没有错，错的是时机。就像农夫种田，要顺应季节，不能在冬天播种。你的身体也一样，需要顺应自然的节律，不能强求太早运动，就是在逆天而行，只会让身体受伤。那么什么时候运动最好呢？我建议你等到太阳完全升起来，至少是早上7、8点之后，甚至9点、10点都可以。这时候阳气已经升起来了，身体也完全醒了，这才是最适合运动的时间。现在
让我完整的告诉你，一个健康的早晨应该是什么样子。这些步骤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如果你能坚持做，你的身体会有很大的改变。请你跟着我一步一步来。第一步，醒来后不要马上起床，在床上躺2分钟，闭着眼睛，慢慢的深呼吸。这2分钟很重要，让你的意识慢慢清醒，让气血开始流动。有些人一醒来就跳下床，结果头晕眼花，就是因为太急了。第二步，慢慢坐起来，坐在床边，再深呼吸几次。你可以搓搓手掌，让手心发热，然后用手掌轻轻按摩你的脸，从额头到下巴，从鼻子到耳朵，这样可以促进脸部的血液循环，让你的气色变好。第三步，做一些简单的伸展，转动你的颈部，左右各3次，耸耸肩膀，前后各转3圈，扭扭腰，左右各转3次，伸展你的脊椎和四肢，让筋骨活动开来。这个过程大概需要5到10分钟，不用急，慢慢做。第4步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打开窗户或走到阳台，面向东方，让晨光照在你的脸上。晒太阳是最好的补阳方法，尤其是早晨的阳光，温和又充满能量。站个5分钟，深呼吸，让新鲜空气和阳光进入你的身体。第5步，喝1小杯温水，大概100毫升就好，记得要小口小口的喝，让水慢慢的滋润你的脾胃，不要一口气喝完，那样对脾胃是一种冲击。第6步，再过20到30分钟，你就可以吃早餐了。选择温热的食物，像是粥、热汤面、蒸包子，慢慢的吃，好好的咀嚼，享受这顿早餐。从醒来到吃完早餐，整个过程大概需要1个小时，听起来好像很久，但其实这才是身体需要的节奏。你不是在浪费时间，而是在投资你的健康。这就是顺应自然的养生之道，不强求，不急躁，让阳气慢慢升起，让身体慢慢醒来。如果你能照着这个节奏生活，你会发现你的身体会变得越来越好，精神会更饱满，消化会更顺畅，睡眠也会更好。这些都是真实的改变，不是空谈。如果你能照着我说的方法坚持做90天，你会发现你的身体有惊人的变化。不要小看这90天，这是一个让习惯真正内化的时间。让我告诉你，你会看到什么样的改变。首先，你的消化会明显改善，以前吃一点东西就胀气、打嗝，现在这些问题都消失了，你的肚子不会再咕噜咕噜叫，大便也会变得规律成型。这是因为你的脾胃功能恢复了，它终于可以好好的工作，而不是被你强迫超时加班。第二，你的气色会变得红润，以前脸色苍白或暗沉，现在会有自然的光泽，这是因为你的气血充足了，能够滋养你的皮肤。很多人花大钱买保养品，其实最好的保养就是把身体调好，身体健康了，气色自然就好。第三，你的睡眠品质会提高，以前可能睡不好，容易醒，睡醒了还是累，现在你会发现
你睡得更沉、更香。早上醒来会觉得精神饱满，充满活力，这是因为你的阳气和阴气平衡了，身体的节律顺畅了。第四，你不会再那么容易感冒，以前可能一换季就生病，一吹风就咳嗽，现在你的抵抗力变强了，因为你的阳气充足，能够保护你的身体，抵挡外来的邪气。这些改变不需要你花大钱买保健食品，不需要你吃什么特效药，只需要你改变3个小习惯，你用钱买不到的健康，就藏在每天的生活节奏里。很多人到处寻找养生的秘诀，其实秘诀就在你的日常生活中。3个月后的你会感谢今天的自己，因为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。你决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这个选择会让你的人生完全不一样。你会有更多的精力去做你想做的事，陪伴你爱的人，享受生活的美好。这不是迷信，也不是神话，而是身体的科学。当你顺应自然，尊重身体的节律，身体就会回报你，它会让你活得更健康、更长久、更有品质。这就是中医几千年来一直在告诉我们的智慧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请你试着改变这3个习惯，不要一次改太多，一步一步来。先从不再起床后立刻喝冷水开始，再慢慢调整吃早餐的时间，最后改变运动的时间，给自己90天，你会看到奇迹。说到最后，我想跟你分享一个人生的道理。《黄帝内经》里有一句话：顺天者寿，逆天者亡。意思是说，顺应自然规律的人会长寿，违背自然规律的人会短命。这不是在吓你，而是在提醒你，健康是有规律可循的。在西方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， Health isn't bought, it's earned every day。 健康不是买来的，而是每天赚来的。很多人以为只要花钱买保健食品、买健康检查，就能换来健康。但其实，真正的健康是你每天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。健康是一种纪律，不是运气。它需要你每天都做对的选择，每天都坚持正确的习惯，就像存钱一样。你不能期待一夜暴富，而是要每天存一点，日积月累，才能有丰厚的收获。你的身体也是一样，需要你每天好好照顾，才能保持健康。不要相信那些号称健康捷径的东西，什么3天瘦5公斤、1周排毒，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养生，甚至可能伤害你的身体。真正的养生是顺应自然，是长期坚持，是把健康融入你的日常生活。我是林德生医师，行医40多年，看过太多人因为忽略这些小细节，最后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我也看过很多人，只是改变了一些小习惯，身体就有了巨大的改善。所以我想把这些经验分享给你，希望你能少走一些弯路，少受一些苦。愿我们都能活得更久更好，不只是活得久，而是活得有品质，活得健康，活得快乐。这是我对每一位病人的祝福，也是我对你的祝福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。健康不应该是一个人的事，
而是全家人的事。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健康，一起活得更长久、更幸福。记住，改变永远不会太迟。不管你现在几岁，不管你的身体现在是什么状况，只要你愿意开始改变，身体就会开始回应你，它会慢慢恢复，慢慢变好。因为身体有自愈的能力，只要你给它机会，它就会创造奇迹。最后，我想再提醒你一次，今天讲的3个重点。第一，起床后不要立刻喝水，尤其是冷水，要等身体醒来后再喝温水。第二，不要一醒来就吃早餐，要给脾胃时间准备，至少等30到60分钟。第三，不要太早运动，要等阳气升起来，至少在早上7、8点之后。这3个习惯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非常重要，它们决定了你一天的能量，也决定了你一生的健康。请你从明天开始就试图改变，不要等，不要拖，因为你的身体等不起。谢谢你耐心的看到最后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下面留言，我会尽量回复。也请你按赞、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更多人知道这些重要的健康知识。我们下次再见，祝你健康长寿，平安喜乐。